係姐姐你好，好，姐姐你叫乜嘢名啊？個名是係你今年幾多歲啊53歲， ？53歲，你結咗婚㗎啦係咪啊？有係咪？你自己有幾多個小朋友啊？兩個小朋友，係幾多歲啊佢哋？ 30歲到8歲，好啊，姐姐你之前喺新加坡做過㗎係咪啊？係啊喺新加坡照顧幾多人啊？係，5個人， 5個人係邊5個人啊？太太、先生同3個小朋友，哦，小朋友幾多歲㗎？ 6歲同1歲同 newborn baby，哦，啱啱出世嘅 newborn baby。好啊，姐姐咁你而家喺香港啊邊度做嘢啊？大圍，大圍，喺大圍照顧幾多人啊3個人， ？3個人係邊3個人啊？太太、先生同小朋友，1個小朋友，小朋友幾多歲啊？ 2歲，哦，2歲。咁再之前又喺邊度做啊Olympic ？Olympic 喺嗰度又照顧幾多人啊3個人。 ？3個人係邊3個人呢？先生、太太同小朋友，小朋友係又係啱啱出世啊？係啊，啱啱出世，哦，好啊。咁再之前咧又喺邊度做啊？係 Olympic，又係 Olympic 啊？又係 Olympic，咁照顧幾多人啊？ 3個人，又係3個人喎。咁係又係先生太太啊？太太同newborn baby，又係一個 newborn baby。係哦，好啊。姐姐咁你識唔識煮飯㗎？識你識煮咩餸啊？煎魚、煎雞、就菜、煲湯、炒蛋啊都識啦嚇。炒蛋係咯，哦，好叻好啊！好啊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拜。拜，先生同太太。